最近布林地色是安尼风波，影响民众对米制品的信心。屏东甲台南卖粿啊，也有米台北的番啊，因的生理嘛受到影响。有的生理甚至一个手落5成。即马台南市卫生局查到4间业者，因为无法度提出健康检查的报告，而且其中的3间欠进货来源的文件，或者若是无合格，会以食安法来解裁罚。卫生局另外来考察是测冰箱的温度，要确认餐厅的粿仔条这食材放的环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未能出示工作人员的健康检查报告，还有3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板条采购的来源证明。那卫生局已经令业者限期改善。我都提供食材来源的文件，核查也未过，因以10万罚处3万到300万块罚款。健康检查报告核查无合格，更加sẽ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虽然卫生单位加强食安的检查，也毋过粿仔条、米台包这物件销售量已经受影响，减少2成到5成。差不多有一半了。检查2成有啦。2成。啊，你也讲因顶头可能差较多啦。市场的业者随时拢查到卫生局抽验单，证明食材无问题，要人希望政府赶紧查出这个真相。我们不是专业人士，我们对一些菌啊，或是一些有毒素的东西，我们不了解。那是不是希望像这种情形，像这一次，你要找出到底是真的板条还是木耳？现在板条我不太敢吃啦。对啊。怎么说？是因为那个？是因为那个新闻那个，对啊，最近板条不晓得卫生引起那个什么那个4个字的。食安的风暴一件搁一件，民众真烦恼，业者是受冲击。不过希望代志赶紧查清楚，让大家食得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